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鹿谷乡农会春季冻顶乌龙茶竞赛已经开始咧初审，因为年初天气的条件真好，春仔茶品质来提升，互今年的特顶茶王特别受到注目。5月30会来公布成绩。 33位专业的评茶师认真地评茶芳试滋味。这是鹿谷乡农会111年春季冻顶乌龙茶比赛现场。要做评审无遐简单。今年参加比赛阵容有4976件，这是世界规模上大的茶米比赛，可验到评审的功夫。发酵才是我们的本身，我们鹿谷乡农会所在追求的。 哦，它那个发酵程度如果够的话，它那个韵味跟滋味，它是浑厚而且浓郁的，然后喝起来它那个回甘性是足够的。鹿谷乡农会比赛得奖的茶，唔那真抢市，更是代表冻顶乌龙茶的指标。经过评审作业后，将会伫5月30公布今年春仔茶排名吊顶的名单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